呢餐3個人合共消費55。大家好，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石崗莊園 Theo， 今日就嚟試一試呢間咧，據說啦係由個仔接手之後新開嘅德記生滾粥。當初見到老店結業嘅消息咧，我都幾傷感㗎，以為咧再都食唔到啦。雖然咧仲隔住塊紅布，但係咧德記生滾粥幾個字清晰可見。對比起舊店門口掛住嘅德記粉麵店，而家咧終於唔再係掛羊頭賣狗肉啦。門店十分方正㗎，空調力度感人。畢竟咧食咁鬼熱嘅粥，好容易就會俾環境溫度熱到失去胃口啊！目前在售產品同以前差唔多，仲多咗油炸鬼添。終於唔使自己再喺其他地方買完再加入去啦。以我過往食到過嘅口味而言，對我嚟講最優解咧，必須係呢一個豬潤粥加豬潤加雞蛋啊！與其話呢個係一碗粥，我更加傾向於咧將佢稱為用粥水淥肉。滿滿一碗豬潤，睇落咧就好鬼有食慾啦。所謂豬潤，其實咧係豬肝，只係咧因為同表達乾涸啊、枯竭、象徵貧瘠嘅乾字同音，聽起身咧唔太老禮，於是咧就將乾替換為潤，聽起身咧更加滋潤豐盈，表達咧對美好生活嘅嚮往。畢竟水為財啊嘛。同樣原理嘅咧仲有豬脷啊，因為豬舌嘅舌咧同蝕本嘅蝕同音，為咗更加美好嘅寓意，因此咧先替換為表達盈利嘅利。豬潤嘅口感其實同以前老人家做嘅差唔多，外層爽脆，入邊軟嫩，但係咧唔起粉㗎，食起身係可以感覺到充滿水分嘅，相當唔錯。鹹淡咧都好啱我口味，適合我嘅話咧，可能對於大部分嘅人嚟講，口味咧會偏重啲，但我覺得連埋啲粥一齊食嘅話咧係完全冇問題㗎。粥底調味咧其實都幾淡㗎，我咧仲係需要手動加鹽添。粥嘅濃稠程度咧都好啱我㗎，我好怕嗰啲好鬼水，又或者咧結到好似糊咁樣嘅粥，食起身咧唔太舒服。豬潤份量相當感人，更加令我意外嘅係咧，好似同結業前嘅老店價格相差無幾，甚至好似仲平咗啲添。網絡上大家咧都中意攞目前嘅出品同老人家以前掌廚嘅時候去做對比㗎。就我而言，我認為咧仲可以食到水平相近嘅出品咧，我就已經好滿意㗎啦。唯一有待調整嘅咧係食多幾嚿豬潤之後咧，嘴入邊嘅苦感咧會更加明顯。以前嘅老店其實咧都有類似嘅情況，但其實咧冇必要吹毛求疵，因為咧我相信唔係所有人都咁敏感㗎，再慢慢調整就好。呢碗加料之後先20蚊唔到嘅加料豬潤粥，依然咧值得我強烈推薦啦。呢餐3個人合共消費55。有一句講句，目前咧呢個園區有好大部分咧都仲係在建嘅狀態，可能咧一路深入嗰陣路況咧會唔太理想，但只要相信導航就一定揾得到㗎啦。而且我仲喺呢個園區入邊咧發現咗老朋友聚寶盆嘅怪獸燒鳥，睇嚟咧係終於揾到落腳點啦，唔使再打游擊戰。睇咗下台面上同食粥唔太有關係嘅豉油，隨口問咗句，得知咧原來之後咧仲會增加腸粉添。呢個消息對我嚟講無疑係利好㗎，想要食嘅朋友咧要留意啦。目前好似咧淨係開晚市同埋宵夜，連外賣都冇上㗎。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